帶住呢沓40年前嘅舊相，翻相入邊嘅地方，睇睇而家老香洲有啲咩變化。珍珠樂園即係珠海人嘅回憶殺。以前春遊嘅時候，唔係珍珠樂園就係海濱公園。佢係1985年由日本公司投資，全套引進國外先進遊藝機設備嘅樂園，相當於而家嘅迪士尼。細個嘅時候入鬼屋係最刺激㗎，仲有空中單車、過山車、摩天輪都係必玩項目。騎住唔同嘅動物雕像影相，你唔會未試過吧？而喺2019年2月9號，珍珠樂園正式結業，而我哋嘅兒時嘅快樂只可以停留喺呢堆舊相度啦。上涌檢查站建於1995年，係90年代進入珠海必經嘅關卡。你仲記唔記得喺長途巴士上嗰句將邊防證攞出嚟，冇證嘅落車？1980年珠海成為經濟特區，外地人進入珠海都需要提前準備好邊防證，排隊入關。記得以前有親戚嚟珠海，我哋都要攞房產證去檢查站接人。聽講舊時斗門人入市區都要辦證㗎，可唔可以嚟個老斗門人話俾我聽，係咪真㗎？2005年已經取消邊防證，而家新建嘅上涌立交橋將上涌檢查站完全壓喺下邊啦。1990年11月28日，珠海嘅第一條隧道板長山隧道通車，呢一張就係我當時喺度嘅留影啦。1988年開工，1990年竣工通車，係冇隧道之前，拱北同老香洲嘅距離需要繞行10公里。珠海第一間麥當勞就喺我後邊，喺1996年8月11日開咗喺迎賓廣場上面。而家呢間麥當勞仲喺度，但係冇當年嘅規模咁大啦。當年嘅 M 記咧仲好鬼貴，但係開業當日都一樣排晒長龍，好難想象買份漢堡薯條都要排成2個鐘。當時你有冇嚟排隊啊？大家仲記唔記得相入邊呢個門口呢？以前海濱公園係要收費㗎，我記得係2蚊。細個嘅時候呢，我最期待一放假，爹哋媽咪帶我過嚟玩。嗰時嘅彈床好受歡迎，仲有好多免費嘅秋千，好長嘅長頸鹿長滑梯。海濱公園升級咗之後呢，仲多咗個萌寵樂園，超多可愛嘅小動物，有草泥馬啊、馬仔啊，連袋鼠都唔使去澳洲睇啊！海濱公園而家至正嘅就係停車只需要2蚊1粒鐘，馬路對面嘅商圈要10蚊1個鐘㗎。珠海影劇院建於1983年，係珠海第一座電影院，好多老珠海嘅第一部電影都喺呢度睇㗎。服務咗珠海人39年後，2022年被拆除重建成一個大型停車場。而家嘅珠海影劇院就係野梨島嘅日月貝啦。將你哋嘅相發落評論區，一齊收集老珠海嘅回憶啦！